一個人住唔等於簡單過活。忙完一日返到屋企，空間應該回應你獨有嘅節奏同氣質。呢條片就話俾你知點樣裝修先唔會將就10年，而係創造專屬你嘅風格主場。雲景位於啟德核心地段，臨海景觀，一望無際。單位實用面積903尺，3房2廳間隔，空間充足，正好配合戶主獨立又多元嘅生活節奏。戶主一個人住啦，屋企可以毫無保留咁樣去發揮佢嘅新時代品味，深色調嘅木系設計，為單位型格時尚嘅個性定調。客戶有自己嘅個人品味，但係面對裝修呢個從未接觸嘅領域，就需要一個可以共鳴嘅人，將佢嘅喜好演繹成實物。普羅大眾聽到深色系嘅設計，第一反應都係避之則吉。不過我透過玻璃間隔，令空間變得開揚，吊頂天花同各種燈光營造層次感，打破深色系嘅局促印象，亦相當有氣氛。唔同區域帶嚟度身訂造嘅改動。攤完酒嚟到客廳區，可以享受打通間隔換嚟嘅60寸大電視。但係打通之後就多咗條震位喺中間，可以點樣整靚佢呢？擁有星光效果嘅弧形假天花就係又靚又解決到嘅方法啦。呢項新嘅技術利用咗特製石膏板內藏光纖燈，可以做到見光唔見窿嘅效果，修飾之餘亦都成為焦點。單係影視娛樂，當然未夠體驗一個人嘅極致享受啦。將衣櫃變成 showroom， 咁就夠嘆啦。客房變成衣帽間，每個區域都根據戶主嘅穿搭習慣分類，近乎全開放式設計，所有衣物都一覽無遺。呢個衣帽間點解咁似 showroom？ 因為佢真係嚟自我哋嘅 showroom。唔少客人都會參考我哋旗艦店嘅設計。除咗靚之外，仲因為成品已經實在咁展示喺眼前，唔怕實際效果同預期有出入。呢個亦都係我哋灣仔旗艦店設有4層嘅原因。一人之境，最需要嘅就係一個沉澱自己嘅空間。好嘅睡房設計就係要幫你做到忘記煩惱嘅感覺。貫徹每個區域都有特色天花、波浪形床背，配搭屋頂天花造型，溫柔咁包圍戶主，享受每個寧靜嘅晚上。平時工作咁忙，戶主除咗要人幫手解決問題，更需要一個可以演繹自己品味，以美觀方式滿足實際需要嘅設計師。有想法講出嚟，有專業幫你實現。透過設計師度身訂造，你得到嘅唔單止係一間屋企，仲係專屬你嘅生活美學。